有真濟手術攏愛甲病人麻醉，陽明交大醫學院和馬偕病院合作，研發一種無到5公分大新型的腦波機，因也有專新的演算法來分析腦波的數據，麻醉病人的時陣，麻藥會當用好更加精準。其實這個儀器呢，非常的小哈，不到5公分哦，甚至呢，其中呢大概有快要2公分那個鋰電池哦，扣掉鋰電池呢，那個本體是更小。這台是當監測腦波的機器，是陽明交通大學醫學院甲馬偕病院共同研發新型的腦波儀。手術的是麻醉科醫師會用腦波儀來監控麻醉的深度。因過機器大台閣重，即馬這台細台閣輕便，而且閣會當透過哪個傳數據。在那個麻醉室裡面，真的非常的忙亂，多一個儀器都會礙手，所以我們都希望說，在不干擾醫療情況下，能夠提供額外的訊息。然後把這東西做到最簡單、最不會出錯。醫師指出，注麻射若是讓患者佇手術的時失去意識，也應該愛會當止疼。這個的研究也有針對腦波，用一個全新的演算法來分析數據，讓醫生替病人注麻射的時用藥會當更加精確。在麻醉界已經長時間都希望精準麻醉，所以用腦波去做很多的監測。我們發掘了一些現在商用的儀器產品沒有看到的一個角度，在一些偵測麻醉中的疼痛訊號來說，更為精準靈敏。馬偕病院甲陽明交通大學表示，這個工程甲醫學涵蓋合作的成果，有刊在國際醫學期刊。透過腦波儀的分析，唔但會當精準調控止疼麻醉的用藥，也會當減少手術的意外甲手術後的副作用，讓患者恢復健康的速度變較緊。記者歸由記者桂林台北報道。